过来看到民众伫咧连锁卖场好事多买2盒的蛤蟆，一盒已经食了啊，另外一盒是到最近准备要摕来食的时阵，竟然看到内底有一支点过薰头，甚至盒仔内底阁有其他的薰草油啊。今即马台北市卫生局嘛已经派人去稽查，要厘清相关的责任。 为画面中会当看到一粒一粒蛤蟆当咧浸水涂刷，民众要进一步确认蛤蟆敢有新鲜。刷伫鸭仔内发现规鸭仔拢是粉色，互已经意外。因为民众伫11月初8伫 Costco 买2盒密封包装的蛤蟆，第一盒拍开煮完无代志，过几工要准备煮第2盒的时，刷扑出爆过粉色，所以找市机关定情。因为全家并没有任何人抽烟。 那也立刻向我们办公室来做反映，呼吁好事多能够在食安的问题上跟食品安全的控管上面应该要多留心。但有声表示 ，Costco 的食品安全监督已经向留校查看，即马阁发生离谱的粉碎事件，已经责成北市卫生局启动稽查机制，阁请法务局就消费者保护法进行处理。那卫生局也已经伫下昼派员前往稽查，阁追查产品来源。 如果是包装厂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去依照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进行稽查，同时也会去了解说这个烟蒂是不是有可能是源头养殖场出了问题。如果这产品是进口的产品，那我们也会转给食药署针对出口国进行源头管理。 针对这摆的起诉事件 ，Costco 公关表示，经过厂商检判，厂内无符合也是类似的物品。这个商品一个月卖超过1万件，目前无接到类似的案例，应该是单一事件。因为商品已经拍开，卡牌判定异物落入去的实际原因，依据厂商工作管理规定，工作人员拢需要进行穿工作服加清洗了，才会当进入生产区。蛤蟆原物料加包材也会经过领料检查进行清洗了，搁分装，加上工作区低温金。异物留存的几率增加。记者综合报道。